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 online。我是恁母即个因为3月份呢有一个国际女性日，就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所以呢，逐当的3月咱就尽量做一寡即个性别的议题啦。今年呢头前歹势我小可烧声，因为即个顶礼拜228迄当阵的感冒，这即马脑还未完全好诶。阮同事讲我的声就像造船诶。哎呀，我的气球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佮感觉有你较像呢。哪有啊？他是最好跳倒来。就要讲，今年呢头前几集咱已经做足侪功课咧，研究冷讲保共主题一寡小历史啊，看即个社会现状、社会现况。佮有做一寡册。旧年前年的3月呢，咱有做一寡读册会啦，性别历史诶，即个级数等等。所以今仔日即集我想讲，咱来做一寡无共款，咱来进前咧做即个即个较早的功课，咱今日来做一寡内在的功课，来分享呢。里长咱两个是即个80年代出世大汉的囡仔，一路为即个查某囡仔。青少女到即马做人老母，即个为什么时阵呢？咱开始注意到即个性别的存在，因即个性别安怎来影响咱，看咱一路看到、听到的是安怎互咱变做即马的咱安尼。好上重要头先就是爱先来讲即个原生家庭。我感觉原生家庭就真重要，因为阿母是囡仔看见的头一个女性。阿爸是女性，是囡仔看到头一个男性，这讲的是即个异性恋的即个家庭啦。因为80年代时阵，竟然有异性恋的家庭嘛，吼。所以头前咱就先来讲一个建立一个即个角色跟背景啦，吼。头一个出来角色呢，就是阮阿母啊。阮母啊，跟阮高雄阿嬷咧，拢是高雄人啊，拢是即个。都市的女子啊，所以阮阿嬷为自细汉就伫菜市仔顾担卖物件，阮妈自细汉就对阮阿嬷做生理，所以因拢是足爱趁钱的女性，拢嘛会当讲算是有家己的事业啦。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对即个女人的即个形象呢，就是即个都市内底的人啦，一定爱即个经济独立啦，讲话大声，会晓安排家己的生活的人，是迄种拢会甲翁错。因为阮阿公较迄落，对因拢阮阿母是较笑的，就是拢平常时拢介放介轻松，毋过伊嘛袂凊彩互欺负迄款的。阮爸是产征大汉的，到台北读册，才转来，才搬来高雄做工课。我感觉伊是介即个典型的即个台湾男性啊，就是讲伊虽然有伊的即个都市的即个性格，伊注重卫生啦、清洁啦啥物的，毋过因为伊毕竟是伫个商业面顶做食头路嘛，毋过我感觉伊内心嘛是有一寡较传统的部分啦。比如讲，伊就是会甲即个照顾亲情50的责任拢放伫伊身躯面顶，伊也毋是大兄，毋过伊就是会安尼，可能伊才有长老迄个长女病啊，有长女病，对。佫有伊嘛讲，即个查某就是爱读即个文法商，就是文组的，无就是法律的，无就是迄个。迄个商业的，才有法度准时下班照顾家庭即款的。毋过伊佫毋是迄款，就是大男人、大男人，就是伊伫厝里，伊自细汉就爱家己带小弟去外口顾店的。所以伊即个迄间店就是伊含因小弟伊迄当阵才国小尔。所以伊迄当阵迄厝内代志嘛会做，因为伊着爱煮饭互因小弟食。所以
伊伫厝邻，伊伫咱兜是迄款厝邻倒位垃圾，伊就随去清。伊是咱兜的即个规矩部长啊，都是咱兜规矩全部伊传，伊咧册，伊咧说。哦，嘿，对。阮妈若无伫诶，伊就会负责用食诶，互咱遮诶囡仔食。我有记得印象足深诶，小汉时阵吼，伊带阮去上迄个音乐课，老师就特别点开讲，迄个上，恁阿爸，我发现这全场敢若你一个阿爸尔，其他拢是阿母带来上课诶，敢若阮兜是阮阿爸当时人会带伊来，带阮来上课安尼。迄当阵真正是安尼无，对，就是拢是妈妈带囡仔去上课较济。嘿，阮阿爸呢，伊算，因为伊甲阮阿母诶年岁有较，就是差真济。伊是伫日本占据时代末期出生诶。嘿，伊国小毕业就去外口流浪啊。伊早无演艺界，就是人会常常听到迄工地秀。嘿，伊是伫内底分萨克斯风诶。是哦。嘿，伊这种家己是自学诶啊。所以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伊诶经历，阁有伊毋是，就是阮阿公阿嬷，阮阿嬷有生8个，伊是第几个啊？伊是第5个，伊阁有2个小妹，阁一个弟弟。嘿，所以伊国小毕业了就去，我头讲国小毕业了就去外口流浪啊嘛。因为阁有进前遐诶经历，所以伊无受伊迄辈人遐大男人。阮阿母呢，伊顶悬有5个兄哥，伊是上细汉诶。毋过伊无食着人讲诶忙内红利，无就是咧细汉，上细汉，佫一个查囡仔，逐个可能较俗嘛。毋过迄当阵迄个环境就是，佫是客庄，就是客人。因可能嘛较传统，有即款重男轻女诶观念。阮阿母就讲，因细汉诶时阵，就是其实足善食。伊读册拢是爱家己做手工趁钱。伊迄当阵高中已经毕业，想要读高中诶时阵，伊诶厝边亲戚就讲反正查囡仔以后就是要嫁翁诶啊，毋免读遐悬诶学历啊。爱听咧超袂爽诶。凭啥物我就是无法度读册爱安尼，就爱随嫁翁诶啥物，所以就是去做工课毋是去读高中。所以伊高中毕业了后，伊嘛是去台中市做工课安尼，所以伊诶经历嘛是甲迄当阵诶人来讲诶话是较先进嘛，咱讲进步嘛，就是伊较袂有迄个拢爱靠查甫人迄款观念。所以阮兜无算是足传统诶男主外女主内，因为阮细汉时阵，阮阿母拢会做工课嘛。虽然讲主要经济嘛是阮阿爸，毋过阮阿爸嘛袂去规定讲，阮阿母要去倒拢爱甲交代，啥物嘛无一定爱煮3顿。阮阿母嘛是会当困较早也就起床咧。毋过阮囡仔袂使，阮囡仔爱足早起来，而且阮爸有一个足特别的叫囡仔起床方式。就是将是若准讲是下早7点好啊，伊就讲吼，你是要困到几点？这是已经9点啊呢。所以你会起来伊是讲刚刚家己困啊做啊，你会起来说就7点了安尼。对，所以我感觉原生家庭其实较重要，因为爸母的态度其实就是囝儿未来伫婚姻内底的即个样啦。所以爸母伫厝内底付出是对未来另外一半要求的即个涂骹。就是你即个对象若无比阮兜的老爸老母好，你就毋免无用啊。真的。对。对，因为我嘛有听过
其实我后来熟悉一寡朋友，才想讲，哇，原来有人因兜是真正阿母爱做全部的厝内代志。阮当阵有一个朋友，因兜是伊有一个，伊是查甫的，有一个袂记是小妹啊，是大姊啊。反正因兜厝内的家务拢是因阿母含因阿姊咧做，因含因阿爸是免做。对，伊含咱共款40岁哦。哈！我想讲是啥物世界啊？家务事毋是看袂落的人去做嘛？对啊，对。因为阮阿爸甲阮阿母的年岁差足细嘛，所以阮阿爸会嫁互阮爸以前，阮阿公妈阿嬷就已经过身啊，所以阮阿母就无即款大家歌的问题。嘛是因为安尼，阮阿母才会当，就是甲阮洗脑，伊感觉应该爱正确的大家歌的观念。哦，伊无受着大家的苦毒。对。伊会感觉两个人结婚其实无啥物讲，我嫁去恁兜就是你的人，死就是恁兜的鬼，伊感觉无这物件，就是伊感觉就是咱两个结婚嘛，我嘛是独立的个体，咱大家互相尊重安尼。嘿，伊观念，所以我感觉即个观念影响我诚深嘛。对。我感觉我顶一代影响我上大是阮阿爸迄边。因为因是传统的大家庭嘛，一间足大的厝啊，兄弟的即个家庭拢住住伫内底。我捌大概去看迄个单书房，咱之前有讲过单书房一本册叫迄个鬼仔所在嘛。迄本册内底足侪故事，其实拢含阮爸迄边的故事就是足侪鬼故事。嘿，过就今仔日咱讲就是好彩，阮阿母无含因大家做伙大，无我即摆伊可能个愈歪错。我以前讲过嘛，因为阮妈生3个查某囝嘛，因为生袂出囡查甫。阮妈毋是无试过呢，伊迄当阵原底加上阮我有2个小妹嘛，来2个小妹中其实佫有一个，毋过因为迄个毋是查甫的，都有去摕掉。嘿，了对，了就因为迄摕掉处理了无足清气，所以后来阮妈就互医生讲伊生袂出来啊。所以后来才过足久了，竟然佫着，就是阮上细汉的小妹安尼。好。对，毋过讲着阮妈是生3个查某囝，伊一个大学毕业有2份收入的女主，因为生袂出囝，互人欠甲无一位好诶。伊逐概转去大家遐，要转去煮菜，一道就爱煮互10几个人食。重点毋是讲爱煮互10几个人食，因为阮妈为国中就开始煮互10几个人食，迄毋是迄个功夫诶问题。重点是讲伊煮了佫会奉献，讲哎哟，咱遮毋是安尼食诶，啥物货？哪有人这炒酸奶诶啊？这后法度食，就是拢讲袂一个好，因为阮妈毋是煮饭歹食诶人呢，阮妈是伫菜市仔袂食诶呢。对。系啊，伊食饭袂歹，伊煮饭袂歹食。我感觉是所在，逐个食食诶习惯无共。毋过就是对方足无礼貌诶啊。系啊。我甲伊亲耳仔听过，就是阮妈迄当阵，阮妈巴肚内底有是阮小妹诶时阵上细汉迄个。逐个拢会问讲是弟弟还是妹妹？听着是妹妹诶时阵，逐个迄个失望诶表情，我印象足深诶。我迄当阵实在是规百岁起来，差点仔甲迄个古堡扒落。因为我是阮小妹，你是咧失望啥事？对啊，毋是要生啊。对啊，佫有愈过分诶哦。阮妹出世了后啊，因为食古水，就有人讲哎呀，真正是古水啊！毋过古水是古水，就是减一块肉。迄嘛是听着风火倒呢。为什么？遮人讲话真正是对啊，无礼貌咧。所以阮妈自细汉就甲我讲，因为我是
轮到上大，伊讲你爱认真读册，爱考调第一志愿，你爱证明家己比遐个叔伯兄弟佫较厉害。毋过我感觉因为伊安尼讲，其实伊安尼讲内底意识形态就是查甫就是原底就比查某会好，查甫原底就比查某会强，所以查某你爱需要去证明家己的迄个概念。你会记得咱咧读迄个黑皮肤白啥？黑皮肤白面具。我竟然袂记即个册名。黑皮肤白小几啊卡，即个迄本册内底伊咧讲迄个黑人互白人失明的代志嘛。伊毋是有讲黑人的概念出现，是因为有白人出现，因才互归类做黑人。因才需要去证明家己的能力。对，证明家己毋是迄个迄个叫啥野生的动物。即件代志，其实迄就是一款的失明。对。毋过因为我无看破迄个失明的制度，所以我人生的前半段，其实我拢足认真咧做一个查甫的。原来是安尼，因为我细汉捌听阮阿母讲过，就是讲，小有人甲阮爸问讲，哪会无生后生还是啥？阮阿爸就讲啊，生后生生查某囝哪有差，莫变歹就好啊。嘿，我若有听着你妈讲迄段话，我可能嘛认真读册。因为阮妈就是足不好的啊。毋过我感觉阮妈遮的态度嘛是真重要。我当然伊对我安尼讲，其实是加深即个父权体制。毋过我感觉因为伊伫迄个时代伊无读，伊嘛毋是读即个性别的，对伊来讲，迄是伊感觉伊的一个解破的方式。毋过我感觉伊的态度嘛足重要。伊互安尼讲安尼嫌，伊会知影讲这是毋对的。伊会生气，伊会甲阮爸骂。伊当然嘛会甲即个怨气吐我听。毋过伊的表达，伊表现互我看的，就是人对伊无公平，伊会想办法去甲 fight back。甲拍转来。对。对，就是细汉就是会看阮妈甲，会当讲甲厝边冤家嘛，袂当讲冤家，就是会。因为拢是伫南部嘛，迄拢讲台语的啊。有当时讲台语的较看无讲客话，你甲知？讲客语的。嘿，阮妈会甲呛。阮妈有啥啊？讲，阮妈讲吼，讲啥物客人啊？啥物叫客人啊？你安尼你搞气心诶！你话袂晓好好讲即款诶，阮妈会甲吐槽安尼。所以我变做讲，我若看着。我感觉无认同的代志，阮妈会直接呛。对大人嘛是安尼，因为有的大人就是讲话足无礼貌，会嫌，你甲知？我感觉你讲话无需要安尼，我得甲呛转去。所以过年时阵亲戚拢袂甲我问伤济代志，拢伫甲阮坐开讲。这嘛是一个方法啊。互你呛甲会听。对啊。对，拄则来讲到讲我人生的前半段拢足认真的做一个查甫。即个咱咧讲即个认真的做一个查甫即件代志，就是我除了会认真读册以外，人讲查甫的数学、理化足强的，我就会想要去证明讲我的数学和理学嘛足强的。查甫的体育足强，安尼我嘛会去运动。阮爸叫我讲你查某就是爱选即个文组的，我条件我就是要去选三类的，我就是要去读理工科系。对。我嘛会足认真去和查甫算做伙哦。若查甫讲伊甲我当做查甫，我就感觉足骄傲，我真 cosplay 成功啊。cosplay。系啊。对啊，所以我感觉我的交歹话嘛是迄当阵学的，我爱足像查甫。对啊，我可能一直爱到特别30岁啊，我拢感觉我是一个
查甫朋友比查某朋友佫较侪人。对，因为像我小学的时阵就是甲我上好的朋友就是查甫的。大学的时阵甚至迄个查甫的朋友啊，因伫我头前咧讨论迄个黄的哦，因拢袂歹势，因为因感觉我是查甫的。我高中的时阵读女校嘛，其实有迄当阵咧心内是有小可会惊吓。我想讲面对这一群的查某，我是要安怎？我行来会晓应付查甫的，我甚至毋知影要安怎跟查某交朋友。毋过这个忧虑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对啊，因为你其实你安怎跟查某交朋友，你就安怎跟查某交朋友就对啊。对。我伫女校的时阵，真正有交到一寡超级有够奇怪的朋友。毋过这个奇怪是一个褒的意思，就是讲因无去符合因就是无去符合这个社会期待，因为一个足自由的灵魂的意思啊，所以咧，我根本就是足介意的。系啊，人定讲这个女校足恐怖，因为是人拢讲这个女性，这个查某足搞心思的嘛，足有啥物鬼惊鬼。我是毋知影是毋是真诶，我嘛无真正看过统计讲即件代志。毋过我家己经验内底啊，我大学伫理工科系内底，搞心思，逐工伫人卡车片后壁讲人歹话，算迄个，就是咧分咧啥物对一人是对一边诶，迄个算迄个小囡仔诶，全部拢是查甫诶。对啊，迄当阵迄个台足流行咧算迄个 PTT2。逐工就是有人开一个新的版，就是特别要来教你一个啥物人。了后呢，就会有一个人佮开一个新的版，就是想要就是要对抗迄个另外一个版，啥物有诶无诶啊，真正迄种全部查甫诶，即摆搞幼稚诶。我感觉我真正熟悉异性恋查甫诶，即个生物的时阵，是我伫大学诶时阵。因为阮班诶即个查某诚少，阮大概所有诶查某拢拍散伫咧无共诶群组内底。我所伫诶是即群是较笨拙，都较无咧读册。通常就是我一个查某尔。因为我嘛表现较查甫气，所以因定拢伫我头前讲话拢是 no filter。比如讲对一个学姊伊考试考了足好，因会讲算笑讲，因为伊甲老师提供即个性诶服务。当然伊毋是讲伊毋是用遮文雅诶讲法咯。无就是讲讨论讲啥物人诶迄个胸坎足大诶，无就是啥物人含啥物人困过。哇！对，虽然我迄当阵搁咧催眠家己讲我是查甫，我会使，毋过听久其实足恶心诶。就互我有一阵变足激动诶。对啊。重要是啥诶？啥物较恶心，就是我当时搁牵因其中一个人咧交往。毋过因为迄当阵无即个性别概念，所以我无感觉。对啊。而且其实因拢是好人哦，因拢是好人。因只是因诶性别概念就是无对着时代。你讲你讲这个感觉就是草其实嘛拢是好人哦。我感觉其实因有因诶迄落歹过诶所在，因为因歹过诶所在。我理论是大部分诶人拢是好人，毋过有诶人伊若有歹过诶时阵，伊就会较贤迄落去钻牛角尖。就会对。所以我嘛是透过堪遮朋友来往，我才知影讲是安那有一寡查甫伊就是会交无女朋友。因诶遐迄招租，因诶迄落啥物难处，我其实拢知影。对。我所讲因是我有一届伫迄个实验室内底算迄个电脑。伊当阵是咧算 MSN 有无？毋知去倒位有一个就是青云诶人要甲我加，就用英语甲我讲话。我感觉趣味，我就甲伊伫遐拉屎。拉来伊就雄就送我一张相片，是伊诶迄支。
我错一条。阮学长伊就是一个，就是迄个金点的肥仔，伊边仔伊咧教，甲我教讲，干你啊！你白痴哦！你啥要甲点落？伊甲我教了诶，伊就开始去教迄个人，伊就开始拍 fuck you，fuck small dick，伊说伊嘛是足疼我，伊感觉讲啊，我互欺负，伊要甲我就是交转去，毋过对，毋过伊就是迄款，就是足传统迄款人讲诶肥仔，嘿，对，所以无论如何，就是我有即群安尼诶朋友，毋过因有一寡言语，互我感觉足痛苦诶。后来其实我大学诶时阵有修一个课，叫做左传内底诶即个女性主义。其实我想要选一寡名字听起来足吓歹诶课来修，其实我完全毋知影内底有啥物物件是女性主义。颠倒是另外一个课叫做啥物，袂记得是台湾还是中国诶小说选，其中有一篇讲到类似讲性别即个物件，人咧讲查甫就是爱安怎，查某就是爱安怎，查甫会晓啥，查某会晓啥，这拢是后来去定义诶，拢是人去分类诶，伊这物件本来拢无存在诶。我是迄个时阵才开始慢慢拍开我即个性别之眼，才开始讲原来就是开始会去怀疑因遐查甫咧讲遐物件到底有啥物问题，就是我迄个当时开始去思考一件代志。其实我感觉我读册时代诶两个男朋友改变我足济，为两个足无共诶方向。即两个男朋友是即个公婆诶两极，一个是足保守诶，一个是足激进诶，一个会亚入，另外一个是介意查某介意到会扮做查某。哇哦！对，就是足趣味诶。头一个男朋友讲伊保守，其实伊无到足传统，就是款无咧思考性别议题诶人。迄当阵迄个查甫，因遐诶查甫咧开迄个亚入诶笑话，互我足倒弹。伊会嘛会感觉莫名其妙，你想讲就是讲算笑呐，你若是安尼遮认真。毋过要讲伊歹，其实伊嘛是带我熟悉无共诶世界。比如讲我家己会晓规划旅行即点，就是我较伊学诶。伊当阵叫我家己去选课，莫对伊选，伊讲你莫甲我对我念 TT 安尼，所以我就赌气，我讲好，恁爸就无爱甲你念，你会试看觅。我赌气，我去选一寡有诶无诶。我真正我伊会变做伊伫我后壁伫咧用，想讲我哪会足久拢无看着你诶人，你叫我嘛对你念 TT 哦。对啊，所以我感觉某一个程度是我会当生即个今仔日即个款，伊是有贡献诶安尼。另外一个查甫即个男朋友是拍开我诶眼界，因为伊是一个足 fluid 足流动诶人。伊一个硕士会当同时间伫3间无共款诶实验室内底做3款完全无共款诶研究。哇！伊会当同时间，伊嘛会当同时间共3个人交往。毋过就是伊是一个足流动诶人。迄当阵我是足痛苦，毋过伊带我去熟悉即个 LGBT 诶概念。伊嘛去教我足济，就是女性主义内底有诶概念。我毋知影伊迄当阵是毋是真正有读女性主义，毋过咱就是会去讨论即款性别诶即个概念。伊嘛是去互我去查啥物是开放式诶关系，即啥物多重伴侣迄款诶。伊甚至有去教我安怎使用女性诶身体来享受性爱安尼。对啊，所以我感觉就是爱有因两个经过即两个考验，我才有法度好好行入去后壁诶关系安尼。含第二个男朋友分手迄当阵啊，拄啊我互老师讲我硕士爱加读一档。迄当阵我感觉我诶规个世界拢放弃啊！我真正诶信用诶即个价值观，互我感觉迄当阵我就无价值诶。男朋友也抢袂赢人啊！学历嘛读袂赢别人啊！可能出去找头路，薪水嘛袂
赢别人啊。因为我迄当阵读迄个生医的嘛，就是生科医生科啊，嘿，所以迄当阵嘿。所以迄当阵我才重新去思考讲，我到底是啥啊？我去重新去找转来我家己的价值安尼。迄当阵我拄好有看着一部电影，其实迄电影介绍嘛毋是啥物足厉害的，毋过迄内底有一句话讲，做一个女性，无要好好做一个女性，实在是伤拍算啊。意思是讲，我这20几档的时间，拢咧认真用父权社会即个价值观咧，家己称东称西。就认真咧符合社会对一个男性期待。毋过我敢有问过我家己讲，迄敢真正是我想要爱的。嘿，所以我伫迄当阵，我才去慢慢去了解讲，好，女性主义咧讲啥物，较伫女性的一面甲找转来，较家己女性的一面去和解安尼。其实基本上我对女性主义无啥物概念。就是我感觉我对我来讲，我的观念就是完全是伊对人的尊重，就是将心比心嘛，是一款女权嘛，就是我会安尼对人吗？我会想要人安尼对我吗？对。我甲你较无共款的所在是，我高中毕业了后，交的2个男朋友，毋是公婆的极端，是种族的极端。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美国人。台湾男朋友就是大我2岁嘛，穿交往的时阵会嫌我的穿差。佮会嫌讲我爱安那穿，爱穿裙啊，啥物安尼较好。尾后想这就是人伫讲的男性说教。美国人就是喙足甜啊，啥物拢有当接受啊。毋过我嘛是足挡袂牢，就是感觉喙受你受我讲好听啊，毋过就是咧感觉袂着伊真心，你甲知？所以我感觉恋爱关系真正会当帮助人以后去选另外一半，因为即个过程当中，你会当去找出家己介意啥，无介意啥物。对。若真正想要结婚的人，就爱先甲无介意的点列出来，安尼才会当去表面刷着后来啊。对啊，我感觉就是其实若好好去消化过去的关系，对未来的关系是足有帮助的。对啊。煞来就是要来讲婚姻即个部分啊，因为讲了即个恋爱的部分，因为婚姻我感觉其实是比起恋爱，其实是更加搁较政治的一个场域，因为伊是即个法律的关系，伊牵涉着钱、时间含空间的分配。除非你会当保证讲你拄着足好的人，无你的风险是另个人会去压迫着你的钱、时间含空间。真的呢，我之前拢无想过是法律的关系呢。咱之前迄个讲即个结婚的，是讲着结婚想要食婚迄集，就有讲着即个法律的关系。佮有即个投资做伙买厝的关系。对，joint venture 嘿。我感觉因为有头前遐的人，就我的原生家庭，我的阿公阿嬷，含我一路过来我的所有的朋友，因对我影响，我也开始家己嘛开始发出即个女性主义的即个花蕊来讲我遮笑。所以我入去即个婚姻，其实我是无啥物伤济问题。阮兜的即个家务分工，基本上就是啥物人会晓啥，啥物人就去做迄，嘛尽量就是一人一半。权力的关系，我感觉嘛是算就是平均。加上因为我家己的原生家庭，阮爸母嘛是安尼分工的，阮爸母之间的权力关系嘛是平，所以我就照安尼，我也嘛感觉讲这就是世上的代志。前一阵仔听迄个毕恒达老师伊上节目讲伊的心切，伊有讲着讲，定定你会听着讲吼，迄个翁仔某烧冤的时阵啊，迄个查某会离家出走，足少会听着讲是查甫会离家出走。改成就是讲，因就是设定讲厝就是查甫的，
啊，毋过我感觉我看听了即段，我感觉足趣味，因为我发觉讲啊，咱伫英国诶厝，因为迄个头期款是阮兜出较济，所以我冤家诶时阵，我心内拢是咧喊讲 Get the fuck out of my house， 拢毋是讲我要离家出走，而是 Get the fuck out of my house。而且伊嘛无啥物朋友，伊离家出走真正比我搁较无所在通去，可怜啊。对啊。我甲伊感觉讲，我即摆我会当看清楚即个社会诶运作，会当知影讲，会当分互清楚讲，对一个是父权诶体制下骹诶即个期待，倒一个是合理诶要求。安尼因为我会当看互清楚，即我就当好好啊争取家己诶权利。对啊，比如讲我有一个朋友，伊想要出去食头路，因为囡仔大汉啊，伊安尼毋若有当有家己诶收入，嘛会当去加熟悉人。毋过因竟然毋准呢，因为伊讲安尼囡仔啥物人要接？拜托我你要去接无？对啊，我差点想讲，咱即摆是迄啥物 Victorian 哦。先生，你 passport 摕出来，你 Victorian 哦。维多利亚时代穿越伊可能无 passport。对哦。你当时好佩服。是啊，我真是听着爽。对啊，我差一摆甲伊呛讲，拜托，阮阿嬷嘛拢有出去做工课呢。对咧。哇！我有一个朋友翁甲你迄个朋友翁是完全无共。就是因结婚甲正时搁伫 AA。伊之前嘛有一个袂歹诶工课。毋过伊就是有家己诶兴趣，想要去投入，想要去做诶。毋过因翁就完全無支持伊，就講吼，你這個工課莫死啦，安尼咱厝誒貸款會當拿較濟，會當貸較濟錢。毋過我聽着我會當理解講你想要靠咱貸較濟錢，毋過我感覺就是這翁你讀冊時陣，我是阮朋友分擔較濟，所以就是同時間攏是一個你做工課趁錢，一個是讀冊，可能嘛有一寡所費。就是以因迄個比例去倒用厝內底嘛。毋過你正是已經畢業啊，你是袂當支持家己的另外一半嗎？對啊，係啊，你無迄個尻川，你莫買傷貴的厝啊。對啊，反正迄個厝，阮朋友也無見着啊。對啊，也毋是伊見的。這也毋是伊見的。我講有當時這已經毋是女權的關係啊嘛，就是做人的一個尊重。對啊。對啊，食果子拜樹頭。伊學伊是啥物樣支持你考調的哈？真的咧，吼！對，我有一個感恩的心咧，對，我甲你講，你若是要伊上好先。你的丢摕你先做好，你先確定對方無迄個加散。我甲你講一個足好笑的 AA 的例。我拄啊，甲阮翁開始交往的時陣，伊就講吼，你敢知？咱兩個人的錢吼，上好莫做伙用。我講好啊，無差啊，我無差啊，我無需要你的錢，無咧稀罕。結果安怎你知？阮兜的加散比因兜濟足濟，歹勢，你上好就莫來用我的錢。咱 AA。無啊，毋過伊毋是即個，伊無咧計較迄個。其實我嘛毋知伊是安怎雄要講即句話。其實伊無真正咧 AA。我只是感覺就好笑，伊當作是咧嗆迄句咧創啥。感覺有當時因就是查某會感覺無想要和查某這邊關的是關傷濟。我後來有去問伊，啥那伊當初是愛要講迄句話，無頭無尾。因為伊講，伊感覺講，就是小可參像我講，因為伊無法度去做，去監督我誒即個財務，伊無法度去看，伊嘛袂去看我誒錢有偌濟，有欠少無，所以伊就感覺講，安尼咱兩個攏莫相欠，莫人做伙，才袂去互相影響。所以伊毋是講，
伊毋是讲惊我去甲骗着，伊是讲感觉讲咱逐个莫互相影响。啊，讲互清楚嘛，无头无尾。对啊，毋过你就知影伊迄个人讲话就是安尼。对啊，啊，出来咧讲即个结婚了啊，就会生囡仔嘛。我感觉讲，因为一个是变做母亲了后啊，即个女性身份会转变啊。因为我感觉足侪人，逐个人行咧讲，就是你做一个母亲了后，你就会失去家己啊。我家己感觉毋知诶，因为我感觉我就是有即个，我就知影逐个有即个烦恼，所以我生囡仔了，我有特别去注重，就是我爱有家己诶生活。而且我嘛是一个足够无聊诶人啊，所以我无法度，真正无法度，逐工咧顾囝，所以我足紧就甲囡仔送去幼稚园啊。我介绍，我是6个月时阵请一个迄个au pair来咱兜看囡仔几工钟，互我会当上班。了11个月就送去幼稚园。我感觉足侪人会讲，哎呀，囡仔上好是家己顾，足侪查某会讲，囡仔上好是家己顾。结果你敢知影是啥物人踮伫厝诶顾囝？是阿母。我有感觉讲，迄讲是款话人，你上好是家己诶头路死死诶，转来顾囝。对啊。毋通讲家己顾囝是上好，结果是别人咧顾。我感觉这上毋通。对。像阮小妹伊就是足教己囡仔，伊是足无想要转去上班。迄款我感觉你莫送幼稚园袂要紧，因为你家己心甘愿啊。对。而且我感觉我伫生囡仔生了，我就渐渐会去注重即个性别内底诶权利结构。对，就是因为我感觉我是伊诶 model 啊。我做伊诶样啊，所以我差不多囡仔2岁了，我就开始转去我真正诶生活。我会去办活动，我去参加读册会，我带囡仔去外口，甲伊朋友开讲等等。就是除了陪囡仔之外，我会经营家己诶生活，而且我会带囡仔做伙，跟我去办活动。因为我感觉伊会当看我安怎伫外口做代志，会当对咧学。之前我佫需要陪伊困诶时阵，有当时暗时毋是有读册会，也是要录音嘛。我就会载我诶电脑去伊房间开。后来我就看伊家己咧耍迄个办公会啊，伊家己摕一个佚佗物甲用做一台电脑诶样，早起你甲摕你房间内底，甲我讲伊咧开会。对啊，就足古锥诶。足古锥。我感觉因为我是查某诶嘛，我感觉因为我成长过程中有足侪人甲我讲，查某就是莫安尼，无就是查某一定爱安怎，所以我会尽量去无分性别诶去甲夹。我会教互囝诶物件，我嘛会教互查某囝。我若有囝，我嘛会教伊查某囝会耍诶物件。对，所以我会有意识去买一寡科学诶册佚佗物啊，啥物车啊、Lego 啊，啥物我会互伊耍。我即点就甲你较无共，因为我有一个后生。对。所以我嘛毋知呢，我感觉就是大汉了后，虽然讲无做清楚讲女性主义是啥物，毋过身躯边诶人拢对这，我感觉拢是有诚深诶了解因就是读册会有当时你读诶册嘛会影响着我。所以就是遮诶物件我咧教囝诶时阵，就会教讲爱。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讲，真正上基本就是做人诶尊重。对。我感觉尊重嘛是一个足重要点诶，因为有当时你会感觉讲，有人会感觉讲做人老爸母就是爱牺牲啥物，爱让囡仔啥物，无我会甲囡仔讲，我会尊重你，毋过你嘛爱尊重我。对。是因细汉囡仔人拢较袂去责难嘛，因若要甲你拍，就是甲你拍出大力。
就是将心比心嘛，伊安尼甲我拍，我也甲拍上去。伊就知影袂当安尼做啊嘛，因为伊会疼。对，啊，像伊甲就是阮后生甲阮查囝，因就是会相拍。啊，无就是用讲话去刺激对方。嘿，啊，毋过我感觉因才是个较细汉，较也无去知影即个分别。可能因开始伫教性别观念的时阵，会较愈来愈明显安尼。我毋知，因为我感觉恁兜的查某囝伊就是，我有感有当时有兄哥也是有小弟的查某囝，因拢会较，因咧耍的物件就较袂遐女性化。嘿，啊，毋过伊看的物件做女性化。敢会？伊就甲伊看啥物 Little Pony 啊，就是较彩虹熊嘛。Elsa 是伊做细汉的时阵伫看的。对，我感觉有当时带囡仔即款，毋知有一寡物件，有一寡性别会较介意啥物货，我感觉有当时伊足歹分别讲。真诶哦，真诶。本来就是安尼，也是讲社会期待，佮有即个自我实现的问题。就是讲咱人会讲囡仔查某囡仔就是较爱迄落红仔，啊，毋过是因为你互伊足侪红仔，互伊就是感觉伊就是爱，伊就会介意红仔，而且伊佮看伫身躯边所有诶查某拢算红仔，所以伊就介意红仔，也是讲伊真正一出生伊诶菌内底就写讲伊爱红仔，这就歹分辨。这真正做歹分辨，因为是我诶查囝，伊就会做明显。我细汉的时阵，我会想要买裙互伊穿，因为我感觉我毋是感觉查囡仔着爱穿裙，是因为我感觉因若穿这会足古锥。嘿，啊，毋过伊就是无爱，伊拍死就是无爱，伊到3岁了后毋捌穿过裙。是。嘿，阮囝是3岁了后一定着爱穿裙。我感觉足趣味的因为伊上细汉2岁进前吼，伫一间幼稚园，伊当中最上好的朋友是一个查甫的，迄个查甫介意恐龙牵车，所以伊当阵嘛介意恐龙牵车。后来伊转去另外一个幼稚园，遐个上好的朋友是一个查某的，迄个查某囡仔伊介意扮公主，所以阮囝就开始要甲扮公主啊。毋过故意了后，我甲问，才发觉讲，谁那伊上头先会讲迄个查甫就好诶，因为迄个查甫留长头毛，伊伊是查某诶。对。毋过伊迄个查甫介意啥，伊就对咧介意啥。对。而且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我咧讲即个社会期待的部分啊。我发觉讲，因为因即摆就开始办迄个生日 party， 逐个送生日礼物嘛。我去看查甫收，因为逐个有诶人有诶家长伊会甲所有诶迄个礼物拆开了，翕一张相，讲感谢逐个安尼。我感觉查甫收诶礼物内底一半是迄款人讲益智型诶游戏，比如讲 LEGO 啦，无就是做实验诶啦，科学诶啦。毋过查某收着诶物件，可能定1-2项是尔，可能加5%是迄款爱动脑筋诶佚佗物啊。我感觉讲哇，即个差伤济啊吧！阮囝嘛是会耍 LEGO 诶，系啊。毋过因为因生日要到时阵，阮拢会问。毋过阮查囝伊竟然嘛是拢 LEGO， 就是你一款 LEGO 会当斗3个无共款诶 LEGO。我知。伊足爱耍迄。阮后生着伊则是较介意斗迄款车，迄款较有较需要有技术，毋过 LEGO 技术嘛无。伊较大汉啊，因为我感觉有车迄小可较困难。对，所以我感觉即个男女之间诶兴趣啥物，我感觉就有当时就歹去分辨。真正是因为伊本身就该安尼，也是因为社会身躯边诶人拢介意，所以对咧介意。对，所以我感觉即条路阁有足侪爱学诶物件。对，安怎去符合伊诶兴趣？毋过阁
毋通去，互伊去行入去一个失变的刻板印象内底。对啊，好。以上呢，就是咱里长2个8控年代出世大汉的查某囡仔的即个女性的成长的故事啊。嘿，伫即个3月份的即个时阵呢，甲大家分享。大家若有啥物类似也是足无共的故事嘛，欢迎大家留话甲咱分享。对。真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拜拜。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内底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